呼召的见证人。我们要分享神的话，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这个福分在3月春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面前，特别在年假，很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节目的安排，但是我们能够在主的圣殿一起同心敬拜。主啊，缺少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主的同在，我们就发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有意义、有祝福、有恩膏、有力量。愿神在我们当中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许多美好的教导。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年初到现在，我们透过50禧年一些重要的课题，我们用不同的面向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特别是我们教会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一起共同在思考我们教会健康教会的本质。我们在周报1个月大概有一次会呈现出我们教会建造的意向，那也是等于是我们教会的整个的使命宣言。如果同弟兄姐妹你所周报里面有拿周报，我们在第9页的部分我们有看到一个小框框，里面有记载了我们教会在努力的一个5个建造意向那我们之前在前2、3次我们一起分享了其中的3项今天我们要思考其中剩下的2项。那这5个面向等于是一个健康教会我们需要努力达成的一个方向跟目标。第一个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第二个，互强教会是活出健康的活出爱的健康教会；第3个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第4个是互强教会是门徒灵命丰盛的教会；第5，互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那我们之前3个已经分享过，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2个中间这2个第3跟第4那期待透过这样的分享更完整知道我们教会比如说办活动、办聚会、办操练、办训练，我们就是以这5个方向的目标来达成，好像一个圆满的一个像那跑垒一样，把它跑垒完成得分的一种感觉。那经文我们等一下会再做一点复习我们思考这个主题是最后这2项。第一项是互强教会是积极传福音、实践大使命的教会。那我们耳熟能详，每一年的幸福小组我们都会重复再提起。那我们要从这个圣经的根源跟教导来做一个确信。换句话说，互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互强人，我们就不用讲了，传福音没有要不要、能不能需不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互强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第一个是我们传福音是使命的托付。换句话说，基督徒在世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受差遣成为福音的使者，这个是没有例外的，除非他不愿意成为基督徒，除非他不愿意委身在教会。所以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开宗明义，耶稣要离开这些门徒之前，给他们一个大使命。这大使命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你们要去干嘛呢？就是去宣教。所以他说你们要去，这是主的命令跟吩咐，是教会存在的使命。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换句话说，你要邀请世上任何种族、任何性别、任何职位高低的，都是神的学生，都是神的门徒。然后呢，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一段要领人归主，传福音；第2段要让他们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就像好像盖了一个章，圣灵的印记。那还有很重要，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们不只是领人归主，而且要培育他，让他成长，能够成为坚强、有力量、能产出的门徒。他说这3项要做哦，而且还怎么样？你们做了，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有一个互相搭配的。你们不做，那又要让神跟你同在，因为你领受不到神同在的力量。你传福音要有能力，你领人归主要有能力，你要教训门徒来遵守。这一些，当你走进去执行了之后，神说这些事情，我就跟你同工了，我要跟你同行了，而且是直到世界的末了。任何的生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环境的变化，都阻挡不了神同在、与我们同在的力量。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大使命，所以会常常提起不厌其烦，是因为这个是神的呼召，没有所谓的例外或者是说有打折扣的。其他的经文也同样在做这样的教导，我们应该也很熟悉。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要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约翰20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换句话说，这个是父差遣的我们的主基督，他来到世上，也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主这样子做，他说：“我也这样差派你们，也这样做。”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一个障碍在里面。我信主很好啊，我觉得我领受信主耶稣很高兴快乐，为什么还要我去传福音？看起来好像我好就好，我得到了，我已经满足了。但是我们少了一个思考，其实你生命的丰盛，不只是你领受、你灵修、你跟神的关系亲切，还在于你抢救灵魂，你跟神同工，你传福音、领人归主，让他们受洗，教导他们，这些都是你的任务之一啦。你任务之一，才让你这个生命更丰盛、更完全，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平面的，而是整体的神的祝福都包含在这里面。所以，我与你们同在，我要差遣你们，这些你执行了，就看到神同在的力量。如果说你静静在那边不做你怎么知道神跟你同在什么？是因为你做的事，你执行了这个大使命，神的同在让你处处感受到，处处有。所以很多人在做见证，不是他坐在那边没事做见证一大堆。我想那个大概是有点幻想吧，空思梦想。是因为你做了，包括你有挫折、跌倒、重新再起，那些都包括在里面。你做事业、你工作、你传福音你领人归主，这些都包含在内。所以呢，因为这样一个使命跟差派，再来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是教会存在的核心使命。换句话说，有一间教会在那边，你说这间教会哇，天天欢乐，天天餐饮，天天唱诗歌，高兴赞美主哇，没有看到他们那么快乐的。他问他们说，这间教会从来不传福音，你觉得这间教会很奇怪？根本这就不算教会了，这个叫得救者俱乐部他们只是在那边欢乐自己，没有看到那些灵魂得救的需求。所以这段话也是我们常常在周报里面重复出现的，在做一个等于是一个宣导。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要使人认识上帝。在中国很多有独裁的国家，或是对基督教有排斥的国家，很多人是藏在下面的地下，躲在山洞，或是在乡村没有挂招牌、没有挂十字架的地方，
他们在敬拜神。那你说啊，那不是要传福音吗？他们说关起来怎么办？其实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显现神的作为。换句话说，他们用别的方式让很多人愿意，没有看到招牌，里面的空间也不是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完备，但是里面有生命，里面有拯救，里面有祝福，所以呢，很多人愿意认识这位神。所以教会存在的模式是很多，对不对？我们现在在中国，现在因为他的高压统治，很多教会被关呢。温州很多人被抓，那你说基督徒消失了吗？没有，从初代教会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被逼迫是消失掉的，因为神透过别的方式再让它发光发热，让人家看见这个神同在的那个美好。所以教会的服事是让许多灵魂失丧者找到永恒的归属，这是第二个段落。第三个段落是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却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就像刚刚我说的，你在里面欢庆，你在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大家同心合一、和睦相处那种快乐，这些都是基本的要素。但是是因为我们为了那些不信的人努力去传福音，这个才有生命，这个才有产生这个团体的价值。甚至这个团体因为有不信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而信，这个信仰团体才是有力量的，才是真正健康的。要不然大家聚在一起天天欢乐也不是不好，但是就没有看到教会存在的价值。我们有点类似像得救者俱乐部而已。好，那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福音行动要有动力。所以当你看见这个福音的价值跟迫切，就是一种看不见的价值，你觉得传福音给别人是你一生的使命，那不只是责任，是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且传福音，耶稣说要常常有上帝的大能跟神迹跟你同行。一说你最容易看见神迹的就是你有传福音，你传福音，你执行了，你动作起来了，神的同在，就看见没有一些我们看到不可能的事情在那边发生。愿神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想经历神的大能，传福音就对了，传福音就会看见很多不可能的事这个人明明不可能信主神就让他信给你看，那你那个软弱的信心得到盼望跟力量。所以见证人不只是台上讲道的人，而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任务啦。不是牧师在前面讲到，牧师讲到好像是一种呼唤，或是一种激励，或是一种唤起，但是执行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在生活中来活出、说出基督，是让生命来影响生命。前几天有人看了一篇文章，在介绍一位作家叫吴淡如信主。那好像有人觉得说，这个文章是不是确实啦但是从各方面的一个资讯，其实吴淡如信主已经好几年前了。不过那篇写的资料内容有谈到2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点就是他说他以前是理性超过感性，他理性，他是作家嘛，又是主持人嘛，很会赚钱他什么书都会写，很厉害超级的才女。但他后来发现说，那个理性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那个理性就不一定是好的所以他后来是因为他女儿先去教会，看到女儿哇，充满了喜乐跟平安，他觉得这个教会怎么那么神奇呀所以他才觉得他以前的见解是有误差的所以他因为女儿的关系来信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生命影响生命，最容易让你
信主的是因为有人有见证，你旁边的朋友、同事、家人，或是甚至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刚刚读了第一段经文说，以赛亚书43章10节，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我的证人，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我要使你们认识我，相信我，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除了我没有别的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这段经文是以赛亚先知在宣告神的一个呼召啦。他讲的是以色列人，换句话说，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成为这位唯一的上帝，以前没有，将来也没有，是唯一的上帝的见证人。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选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被选的，你才有机会成为基督徒。我不是说我要跟我不要，而是神要你，神拣选了你。第二个是，我们要先成为认识神、相信神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见证这位唯一的上帝。换句话说，你认识了，你体验了，你经历了，神迹奇事在你身上显现了，你才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理性的知识的认知，而是生命当中充满了神的同在。那你的见证就有力了，因为人喜欢看见你自己的改变。所以基督徒，我们是证人哦，我们是做神的仆人。第二段有关诗篇78篇第4节，他这一段的一个对焦是什么？对自己的家人。诗篇78篇第4节说：“我们不向子孙隐瞒这些事，不隐瞒，要向下一代说明上主的美德、全能和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除了说向万人传福音、领人归主，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家人传福音，向你最熟悉的家人传福音，因为主这样宣告说：你不能向你的子孙隐瞒这些事，你要向下一代说明上主的美德、全能和奇妙作为。这2天我们教会举办了主小组长灵修会，大概就是谈一些怎么样带领小组，我们小组员有什么样的困难需要帮助，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引导或是牧养很多不同差异的这些小组员那很多形形色色的。一个重点，我们听到同工在分享说，现代的社青、基甸这一群，我们的提摩太，我们年轻人这一群，他们领受着这个社会的一个塑造，还包括他们接受一些知识跟资讯的来源已经天翻地变了，所以呢，他不可能听一个统一的口径讲给你，所有人都接受，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他的世代变化是非常快速的，而且他有他知道的领域，你没有接触到，因为资讯从哪里来，我们每一个人能掌握得住。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向不同的人传福音，不同人的需求，你要很努力去分辨。我说，像牧师这个时代，教会呢，只要教会里面有一台乒乓球桌，一大堆人都要来了，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玩乐，在那边太好了。当时的教会举办一些活动，无论是运动的节目啦，或是欢乐的活动啦、才艺的活动，一大堆人都来，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提供的。还包括教会只要一个空间开放，让人家来读书，年轻人读书大家都趋之若鹜，大家很想要来。到今天这些大家的需求不是没有，而是教会能提供的，其他地方也都能提供了。所以换句话说，新的一代他们的需求或是他们的接触的面向都有差异了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人需要爱，人需要关怀，人需要同理心，人需要一个激励跟力量。
那这些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了。牧师跟谢牧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办的那些活动哦，当时有一些活动很有效，那现在可能现在摆出来没有人要参加了。所以每一个时代不行不同，所以诗人在这样讲的话是说，我们要向下一代说明上帝的美德、全能和下作为是有方法的，要有改变的，不能一成不变的。我们再用一段经文来印证，在哥罗西书1章28节，他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这段话有3个重点，第一个是传扬，要传扬，这是我们的使命。但是他说要用诸般的智慧，诸般就是不是一样，千篇一律的，各种智慧来劝诫教导，而且教导他们不是来听我的或是某一个名人的一个教导，是把他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引到上帝面前。我们只是一个媒介，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是一个工具，是要把这个人引到神面前，那才完成。但是你要用各样的智慧，诸般的智慧，那就是在对照刚刚我提的，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牧养瑞平牧师他们这一代要带领几十个小朋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各自各的个性，各有各自的想法，各有各自的目标跟兴趣，但是同样需要的是爱、平安、鼓励跟肯定。那用诸般的智慧才是我们需要付出的努力。有一个小故事说到这一台汽车是最古董的车。我们如果对汽车，有人对汽车模型很有兴趣的了这台车是福特发明汽车现代汽车的亨利福特，他创办了福特汽车公司，那推出了这一型叫做 T 型T 英文的 T 型汽车，因为他做出那种流线型而且出产的方式一个流线的设备，让它把那个价格降低，价格大众化，很多人买得起，所以在美国一时之间，这个 T 型的这个汽车风靡了全球，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但是我们知道，一旦有人发明这个划时代的产品一定会有人跟嘛，对不对？包括现在3C 用品，你看今年有什么，明年就有新的东西出来了。那这辆汽车已经奠定了它历史的地位，很多人就觉得很羡慕福特汽车公司靠这一款就赚翻了就对了。但是没多久呢，有另外一家汽车公司出来了，就是通用汽车 GM 这个车在美国也开始跟他们竞争。那这位福特呢，因为他很有自信，他的部属就跟他建议说这一台黑黑的流线型是很好看，但是有没有其他颜色的可以来做设计改变，还有款式，但他都对自己很有自信，他都不愿意。没想到后来这间通用汽车他们新的策略就是完全采取跟福特不一样的，有很多种款式的汽车跟颜色，满足不同的市场。后来慢慢的市场就被瓜分走了，福特汽车的销售就开始下降了。后来这位亨利福特知道说，原来我觉得我的坚持跟能力不一定是得到大家的喜爱。他开始赶快举行重大的改革，重新调整方向，而且在研发各种新型的车型，才慢慢又把这个市场夺回来。我们知道现代的汽车就是由福特汽车开始到今天，无论是电动汽车什么，已经多样化到不行了。你知道现在每一款汽车1年都要发出新的款型，对不对？当初这个福特汽车他们遇到的就是同样的现象，
因为很多人觉得我要开的这辆车啊是跟别人不一样，就好像珠宝啦一些高级的品相，觉得只有独一无二是我的，那是人的消费的倾向。但是他说还好，这个福特汽车公司当时的策略赶快改变，要不然的话，你再坚持怎么好的产品，别人已经没有兴趣了。所以后来他们又发展出新的不同形态的这些老古董汽车，现在有的人很用心维护而且卖古董车越卖越贵，还有保存的价值而且他们维护得很好，还能开上路你看这个不同的颜色就慢慢出现了。那我在讲这个故事的对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教会在传福音，也常常会停滞在过去一些已经有的成就跟做法，失去面对今日的挑战，或是不愿调整，包括传福音的模式。所以在今天特别的挑战时代，我们要求主赐智慧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愿意接纳不同样的才。以前你觉得是绝对是正确的，不一定现在就用得好。小组的带领也好，我们福音事工也好，都在日新月异。弟兄姐妹，我们期待互祥教会是一间不只是等人来，而是主动走出去的福音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从事行销业务，你都知道说哇，现在这种行销的激烈竞争是多厉害呀从以前的干妈点到现在，到后来的 Seven， 到后来大卖场，现在整个网购，哇不得了，这个天翻地覆啊！产品为了得众人的喜爱，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找到一个出口跟归属。那为什么我们也常碰到说，明明农夫他种了很好吃的水果，或是很好吃的农产品，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要卖。那中间商很厉害，他能够把一个产品本来是100块的价格卖成500块，因为他有能力把这个好产品推销出去。福音也是这样子，我们产出好的福音的成果，我们要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不只是等人来，而是走出去。第三个，主应许同在。换句话说，我们想出各样的智慧办法努力，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底气，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不会害怕，我们不会觉得软弱。包括早前的一个宣教师，他们勇敢的到蛮荒世界传福音，到今天很多人愿意到回教的世界，在南亚各地传福音。我们教会也有好多次到泰北，是因为我们发现人的能力多少不一定评估得出来，但是神的同在是可以确信的。所以你一个普通的器皿，在神的的努力之下，他在运作同在之下，会产生奇妙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挑战中会得到安慰跟勇气。虽然宣教之路呢不一定平坦，但是上帝应许他会亲自负责。怎么负责呢？第一个，圣灵是传福音的能力跟来源，不是人，不只是靠方法，而是靠圣灵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一段传统大家习惯背的经文，《使徒行传》1到8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重点是圣灵有没有降临在你身上，你有没有执行这一个圣灵降临的指令？你传福音，你走出去，你们要去，主说我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个是一个开关，是一个启动令。第二个是顺服差遣，上帝就动工。就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最后一句，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5个使命宣言中的第4个。第5个是互强教会，我们是一个信徒追求灵命丰盛的教会。换句话说，互强教会希望都没有一直在喝奶的属灵婴儿，
我说我们这2天举行小组长的训练会，我们也常常在检讨说，我们小组当中有人一直喝奶呢，喝奶喝长不大，到处都需要人家服侍，到需要人家照顾，很容易受伤，很容易情绪低潮。那怎么样让它丰盛？是我们富强教会大家努力在各方面的培养的过程，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坚强的勇士。约翰福音10章9到11节，我们习惯也熟悉的经文，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盗贼来是要偷窃、要抢夺、要杀害，主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但是怎么样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也是有一个道路、一个追寻的。第一，丰盛生命的源头是在基督里。很多人信了主，但是还是活在劳苦当中，活在重担当中。我们需要让主耶稣来帮我们承担那个重担。所以耶稣才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要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主让我们得救，是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这个是伴随而来的。如果没有，不是主没有给你，而是可能你还没领受到。换句话说，不是环境改变，这个大环境你我都类似。天气凉爽，你凉爽我也凉爽，炎热流汗你也一样，我一样。但是这个环境不改变，但是你因为跟主连结，你就得到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一句话说，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那怎么样让生命的丰盛呢？第一个是内在的品质。丰盛不仅是得救，而是生命的塑造跟成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刚说婴儿不是不好，但是婴儿如果不成长，那就奇怪了。我们家里一定有人会讲说：“哎，糟糕，这个小孩子怎么养了那么久都没有什么成长，没有长大，你会很紧张啊，赶快找医生啊，到底是哪里又出了问题呀？什么时候要开学会牙牙学语了，会说话了不说话你就会紧张起来，对不对？那个什么动作、什么肢体什么样的反应，都在哪一个年纪、哪几个月就有这个变化了。但是基督徒一直停留在婴儿阶段，那不行，是因为他没有吃硬的食物，他没有帮助骨骼的成长，他没有帮助性格的成长所以基督徒是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因为让品格更成熟。哥罗西书的2章6到10节这样说：因为上帝，对不起，这个既然你有接受基督耶稣基督，行为就以他为中心。接受了基督，那就要以他为中心。换句话说，你接受了，但是没有在主的中心里面，等于是白信了，对不对？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第7节他说，在他里面扎根生长，建立信心。你们就是这样受教，你们就是充满感谢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举办门徒学校，我们在举办各样的研习，是让你走进这个经文里面所安排的。你接受了主耶稣，你的生命要在以他为中心，才能感受到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能力、力量，而且要在他里面扎根，要生长，要建立信心。这土地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的创造。一个种子，一个树的枝，然后插到土里面，它就会活。放在地上晒太阳就死掉。不是离最近的那个全联常常去买东西还有我们从这边过去停机车，也停在它的侧边。我每次去就有一个很好奇，因为它那个水泥墙的墙边有2棵小树长出来，我奇怪也没水，
也没什么，但是那个有破洞，那长出两个小小的树，而且树叶很清脆。我说到底谁在喂它？弟兄姐妹，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定根在神里面，吸取这个养分，会成长。所以不是一种催逼，或是一种好像不厌其烦，老是跟你麻烦。现在要让你成长，生命的成长。他说，这样你才能够建立信心，要受教而成为有感恩的心。如果你一直停顿在那边，那问题不在这个信仰，不在基督徒身份，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跟随到这里。再来是第9节，他说，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具体的在基督里，神把他完美的神性在基督里面显现了。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把这个神的神性完全的展示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可以遇见、看见在世上呈现的基督，然后连接出来。他说：“你们跟基督连接，也得到了丰盛的生命。”很多人喜欢得丰盛的生命，但是又不跟基督连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开电动车，牧师的机车也是电动的，每次都注意哦，我那个电池那个指数到哪一格要赶快去找看看那个换电池的地方，要不然你就动不了，你再漂亮的车子都动不了。所以，基督徒跟基督连结才是有动力的哦，要有力量的哦。因为这位丰富的神，他是元首，是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你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 AI， 对不对？哇，我们台湾因为跟这个 AI 的这些产业连接很深啊，所以股价一直波动。最近的新闻就在讲了，他说，到底再来是缺什么？到底是哪一种产品缺？哪一种产品缺？他说现在不是这些缺了，现在是电很缺。他说 AI 一个 AI 的那个储存资料中心要一大堆的电，很多的超级工厂不是人家不帮你建厂，不是人家不帮你这个维护。他说你要自己准备电，包括美国这个国家，因为一个 AI 相关的产业所需要的电是多么的需求那么大，所以现在才有人又讲说，那核能发电不得不采用了。以前大家很害怕，现在又赶快发展出一种没有很大危害的这新型的一个核电厂，但是因为能源不够。你 AI 工厂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好，没有电就不能做。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在18般武艺，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没有跟主耶稣基督连结，这个永恒的形象、完整的神性的神的能力在基督里面，你不跟他连结，就好像你开了一台最高级的特斯拉，那根本都没有电，不能用。放在那边好看而已。弟兄姐妹，基督徒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生命的转化。我们教会在每一个城市，每一年初办了很多的培训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跟主的生命、丰盛生命连结。我们透过灵修，透过礼拜，透过小组，透过门训，我们教会一直在推广这个很简单的指令。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主日的敬拜，有一个小组的事工。第三个就是有一个你跟你恩赐相关的服事。这三个太简单了，但是要执行起来，你就会领受到这种生命的连结，跟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连结。所以基督徒能够在各生活领域、职场、家庭都能活出有影响力的生命。那怎么做呢？我们知道灵命的成长需要扎根跟操练。基督徒要在扎根真理、建立属灵生活，而且在群体中被建造。
你可能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灵修，但是基督徒是要跟人的互动中产生你的缺乏、你的不足，或是你能够供应，那这样子运作才能够让你的生命更完整。教会在推动了1年2年的读全本圣经，我们抄圣经、背圣经，这个就是无非就是各种管道、各种模式，是让大家得着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管道哈。我们教会更重视推动祷告的生命，我们有4个月一期的中保代祷，我们有恩典时刻的祷告会，每一个礼拜5晚上，我们有现在进行了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我们在圣诞节前又有一个21天的连锁禁食祷告，我们有1次祷告会，有 RPG 复兴祷告小组，我们在5月的时候要举办一个超教会的各地教会来参加一个祷告研习会。我们这一次40天的禁食祷告，到这个周报印出来2月26之前，我们统计的那个每一餐签名的表，一共有265个。我们期待我们到受难周那一个礼拜还有很多人可以加入，看能不能够数字突破300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如果说这个空格，怎么还没有人签？可能就缺了你上去签。其实一个礼拜一餐进食实在是很简单轻而易举，只是说你愿不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会领到一本这一个祷告的手册，每一个礼拜他每一天都有一篇祷告的词，还有圣经你可以去领这一本，一起来参与这个祷告行动那我们去年开始也配合中会推动了中心门徒的属灵操练8步。前几个礼拜我们分享了有关家庭幸福生活的一部分4种。那这个门徒操练的8步令在这4种，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教会常常在推动的。第一个，每日读经灵修祷告；第二个，每月守主日礼拜；第3个，每月定额奉献11奉献；第4个是每月1次的白纸布道法，或是有一个很好的个人布道，引导朋友来认识主。刚刚我提到那个吴淡如这位作家他写的文章，其中他也提到一个11奉献。他领受虽然是出信不久，但是领受很清楚。他说那1/10不是我的，是属上帝的，是上帝祝福的管道。借由1/10，上帝给你更多的9/10。一个才出信没几年的，他会这么讲：我们信主那么久的人还领受不到吗？因为你没有试嘛，没有试看看。神是这样子讲的。他要丰丰富富的赐给你。最后，我们说成熟的生命要结出丰盛的果实。基督徒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你信主后，你的生命改变就在品格上面，而且在你的侍奉上，在生命上有得到美好的见证，结出果子。我们看了好多我们初信带进来的弟兄姐妹，他有时候感觉他连面容是愁苦的，很多无形的压力或是一些难处一直在他身上压积着。我们就很觉得很怜惜，就是说为什么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因为实质的物质的我们没有办法全面到位他怎么样突破呢？其实为他祷告，后来看到越来越笑容越来越多了，面容的那个僵化慢慢松下来了，那种感受到那种美好的面容出来了，品格的改变。基督徒品格不被改变、不被操练，你就没有看见一个重要生命的见证。第二个是基督徒要成为荣耀神、祝福人的成熟生命。我们昨天很多人都看到新闻在报道说，台湾一个很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228，对不对？那很多人因为这样子牺牲了生命。不过有一个小新闻，我感觉很受感动了我们知道228有2个层次一个是在79年前发生的大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在1980年发生的，在林立雄律师他的家发生的
很悲惨的阿嬷跟2个小孙女被杀，到现在还没找出凶手。当然，这个已经变成政治的一个演变了。不过我讲的不是这一些，而是林义雄的那位还存活下来的女儿啊，好，她这个大女儿现在是一个牧师娘，她嫁给一位牧师，在宜兰传福音。她出来讲话的时候，很多人就感觉说，这个女生是受害者耶，但是没想到她讲的这些话，完全没有仇恨，完全没有那个想要报复、想要抓真凶那种面露凶光那一种。他说是因为他信了主，基督徒竟然能够在那么悲惨的受害当中，能够显出基督徒的品格。因为这位林义雄的女儿，她参加了他们家因为发生了这一种重大的悲惨事件，后来很多基督徒把这一间房子买下来，盖成叫做义光教会，到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位潘雪云牧师他退休了，他们当初就是去那边牧会，跟他先生喜天贤牧师那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说，即使很多人间无法去预测的这种重大的残忍的事件，但是一位基督徒竟然活出那一种非常非常有能力的、有见证的品格。愿神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富强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成全信徒、长大成熟、活出生命丰盛的教会。愿神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丰盛的生命、传福音的教会，是我们教会追求的目标。以下我们要唱一首诗歌那诗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同工可以帮